大家好，我叫甘子阳，欢迎收看修成的迄一天。后壁这片莲藕田拢是阮阿公阿嬷种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贤，我即马人伫咧嘉义的民雄。啊，是安怎一透早天还袂光，阮就已经出门啊咧？因为我伫遮熟悉一位弟弟，伊讲吼，伊的阿公阿嬷毋是一透早，就是半暝啊，就爱出门做事啦。到底这位弟弟吼，拢对因的阿公阿嬷做啥物工课？即马对阿贤来看麦。公子阳，我来啊！啊，恁即马这是咧穿啥物？穿化妆。啊，是安怎？阮即马爱穿这个雨衫裤吼。因为阮要落去武陵啊。较早你敢捌穿过？无，这我是第一件。我等下要甲你做伙落无？来啊！好来。来。安尼讲毋对嘛，爱穿迄。哦，你已经替我穿好啊！哦。安尼你爱帮我穿哦，我无穿过。安尼，我家己还未习惯，还未穿好嘞。落去的时阵，还互相照顾呢。好。啊，你敢会紧张？会啊。嘛小可会紧张，是安怎？因为这是我第一件来落去帮阿公。你之前敢捌看阿公落去的时阵有拄到啥物代志？阿公讲，这个甲透早拢会做热，所以拢爱半暝来。啊，阮就要对阿公来啊。对阿公来武陵啊，啊，除了穿这以外，再爱挂手笼。嘿啊，因为迄内底拢是土。内底拢土。这看起来毋知偌深吼。我嘛毋知。看起来敢若真歹行。哦，这内底较好行。卡会卡掉的。袂啊。大家学我讲啊。对安尼，你头一摆落来，感觉甲你想的有啥物共款？做热。做热。做歹行。做歹行的。我当做这感觉像收水共款，最简单的。我就是堆土。敢若土。像这啊，像安尼，感觉就较水啊。哦。哦。阿公不会做水的。做大啲。阿公好厉害哦。对啊，你看阿公安尼糊咧，是咧做啥物动作？阿公今摆应该是用水甲伊雾，伊的头就会松开，头开然后就吹掉啊。甲提起来啦。安尼我徛起来。阿公会甲你拖落去。无啊，你以前咧遮有一条，你摸就知，有无？有啦，我就有啊，摸就一条。哦。哎，换你体验。你拄则是安怎摸的？阿公有教我头仔教我做练啊，摸着然后啊，较顺利势，啊，水爱对安尼。其实我啊物件较提起来。我安尼看拢像开啊，但是我也是摸不出来咧。嘿啊，我摸嘛是。我嘛拢摸不出来对有然后。土拢抢走啊，就唔知影要学啥物哦。阮阿公甲我讲，以前拢是早爱用手去学，感觉就做跳的。你讲较早无这水啊？对啊，拢无用泵的，你爱家己用手安尼学。伊讲一定爱用手哦，因为伊家厝头若是无用好，家然后伤着，所以你可能学两个啊，就爱家己用手去学啊，学到最后伊的手拢会变安尼弯弯。算啊，拢安尼硬出来，你知道？嘿。到尾就死性的，啊，就变成讲抖音主手。嘿。变做讲无多个存滴啦。Q 啊啦。你看迄后园吼，一片遮大片，平常时啊，敢干阿公一个人来？阿嬷嘛会来啊，有的时阵阿舅啊，有的时阵阮哥哥嘛拢会来斗相共。等下，我好像懵掉啊。
哇，摸到这只大鸡，阿公拄则抢出来吼。阿公，这小鸡是不是爱绑条？说起来北条，市场无人要爱啦。哦，干那要爱输的尔。这穿这拢甲压掉，安尼较袂起，较紧加加。安尼咱来做伙压。我以前伫头顶看吼，阿公用起哩，拢做大鸡做水的，结果我较知影，拢爱阿公拢爱家己挽，无做帮拜拜。大家好，这是我阿公。阿公，你咧创啥？要来火莲藕啦。我阿公叫做王钦，伊只就拢爱1、2点就起来学莲藕。阿公，你感觉做这会忝无？哦，足忝的。啊，我讲恁其他人都爱认真读册，哦，后摆较有前途些。阿公伫我的心目中都是超人。阿公，谢谢你。阿公，你辛苦。咩啦？阿公，我爱你。阿公嘛爱你啊。帮咱嘛找到迄个窟窿啊。上尾一拿，一拿较重哦。再冲较济。用这个做细腻的吼。这架就都甜。这个起啊，洗下啊，手甲留顶头下安尼洗，较大个无要紧。我之前看迄牛粉拢焦焦呢，啊这是要洗伊的啥物物件？要甲伊内底粉甲伊的汁啊粉开，互伊粉会使沉落。会使沉落。这趟拢莲藕吼。Yes。伊安尼洗吼，最强的伊粉才洗起来。咱就是连工规条咧夹吼，啊夹咧，伊了后伊就变汁啦。要甲遐泡吼分开啦。即摆咧粉伊就拢落伫下面啊，伫水底啊。较出力的。咱咧洗衫裤安尼。啊，这遮重你细汉的时阵，咱会哪有法吼？无细汉的时阵，我做较简单咧。你做啥物？洗莲藕。阿妈会助你就对。嘿，做。阿妈叫我做啥物，我就做啥物。洗，有剁，有糊。第二年就咧摕刀仔咧剁啊安尼。剁头啦，啊，搁甲较迄个种刻好啊吼，爱就甲粉较咧汤底。你到迄边仔摸鱼啊？袂啦，爱就即马用着扫手机咧头壳扫扫，扫清气啊，啊，紧仔下面。豆豆啊，即马就是照落啊，落就爱用洗。阿妈讲落是安怎算落？就是讲阮的水拢有垃圾，啊，伊内底脑粉就是然后变做淀粉，一定沉淀伫下骹，爱甲这对，爱固定，做薄的哦，做少。水拢卡起来啊，是哪即摆搁要倒水落？因为这头拄还有垃圾的，搁爱互伊掠刷。哦，所以即摆水搁爱继续停就对啊。就是我头拄毋是讲有迄垃圾物件，这着爱家定用较像头拄讲的讲，全部拢白较会使。好，安尼就会使，谢谢。大家好，这是我阿嬷，阮阿嬷叫做酥油仔姊，阮阿嬷做水的。阿嬷，你做这会忝无？会啊，还袂忝。阿嬷做辛苦的，所以我暑假拢会倒来斗3工。系啊，我乖孙会倒来斗做。全部的孙是毋是我上友好？你上友好对啦，上乖的啦。阿嬷辛苦啊，阿嬷我爱你。我嘛爱你。QQ 我爱你。我感觉做这嘛，除了忝个以外，还佫真需要耐心吼。啊，等伊安尼沉落，啊，佫安尼拉，啊，佫有一个窟窿，伤大粒嘛袂使，啊，伤细啦，佫骹手佫伤慢。爱做细心的。爱做细心的。这脑粉就是慢工出细活。工，迄个工足油的就对。啊，若阿嬷无伫边啊，你讲有法度家己来？我感觉无法度。是安那？因为我有生气。有阿嬷佮无阿嬷伫遮差咧倒位？我一定爱阿嬷知道，无我拢感觉家己会做无好。倒咧底好笑。做了小可无自信安尼。毋知影是生气也无生气。过来。手拢无法度停落来吼，拢爱安尼哪讲哪做。对啊。
两个兄弟。啊，阮即马等下要做的工课，敢有需要烫正骹？无啦，好耍呢。好算呢，你是看阿公烫正骹？这小这足烧的呢，紧行去内底。不要笑。这拢是阮阿嬷家己做。我家己手工做的。你看这安尼烤者，伊就会变做安尼一块一块啊，安尼烤。你看。烤我大地哦。爱轻轻哦，爱轻轻哦。轻轻的。烤我大地是吧？啊，袂使伤高。安尼讲。安尼伤高啊，安尼伤高。啊，像我安尼一片一片。安尼伤高要安那？我拄你互我看到较早我以早拄开始嘛是烤安尼。阿嬷烤你看啦。阮阿嬷煮叶仔的哦。好来。看到你怎迄惊？看者。哦。哦，足大片的呢，安尼顺顺的安尼回过来回过来。所以阿嬷讲你平常时啊较认真是真的啊假？真的。安尼够水无？有哦，认真烤的无共款哦。烤了甲阿嬷要平共。你敢知影要烤到什么程度？差不多，这个差不多。这个差不多啊。因为莫互伊结堆。嘿。安尼阿嬷你讲甲谁较厉害？哎，谁较厉害哦？我拢差不多啦，拢变厉害啦。会使讲谁较厉害，等下。等下有人要食醋啊！阿嬷，啊，阮伫遮开工遮久，因两个是毋是搁走去摸灰啊？哎呀，走伫遐咧休凉啊、避凉啊，热啦。你怎会使我来找因？好，你去找，我你去摸灰者。拄只比赛还袂看谁赢呢？我头拄一定考了。你考了，你讲你赢？对。你讲甲谁赢？阿嬷拄只唔敢讲。讲病。讲病，哎，感觉我甲你病厉害啦。哎呦，阿嬷安尼平常时啊，拢咧外口拍几工？阮拢会来斗3工。拢会来斗3工，所以平常时啊袂拍遮久。对。一个就做好啊。啊，除了恁兜咧烤，敢有别人咧烤？无。无。无真哦，有当煞烤了上好食的，一定就是阮阿嬷。一定是恁阿嬷。上水上好食。上水上好食的藕粉就是恁阿嬷烤的。间鸡肉饭赞哦。赞。哎，这我为我做囡仔食到即阵啊。食过。嘿啊。阮妈妈以前拢食这，伊咧我未出世的时阵，我就伫个巴肚有食过一间啊，我就感觉真好食啊，真的。啊，讲话袂拢会包这边的哦，你做传统食这边。拢会包这种啊，讲食。啊，你是食鸡肉饭？系啊。好食，伊鸡肉饭好食。这麻呢嘛，加粉浆。好，我讲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爸爸妈妈。我的爸爸叫做谢嘉欣，我的妈妈叫做李思婷。因两个对阮当做好的。阮妈妈是专门用上水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阮爸爸是专门用上缘投的、上好趁钱的。真的吗？感谢你哦。阮妈妈对阮大家拢做好的，爸爸妈妈拢做大方的、做大度的。爸爸妈妈辛苦啊！爸爸妈妈我爱你。猪脑粉。猪脑粉，请问怎样？怎样要伫遮？怎样伫遮？无迄恁师傅，啊你即马出师啊？你出师你要来看卖讲猪脑粉是要安怎煮？系，黑糖甲用落。啊，规碗拢甲掺落啊。系，好咧，倒落。是哪着安两种糖？啊，安尼较香啊。较香。系，伊黑糖较香。爱甲伊留好刷啦，甲刷变无伊迄种。下骹迄刷遐糖拢溶去了后就会使。豆豆用落，就再一倒了，下啊到叮当啊，豆豆倒，伊咧一概拢拢倒袂熟的，你来看嘛，已经变哥哥啊，你来，我看你。我来，啊你想一个，你顶一摆煮的时阵是当时？嘿，豆豆倒了倒，啊慢慢用，系慢慢用。煮我袂记哩啊。袂记哩啊，伤久啊吼。较慢咧，较慢，你也较慢咧，倒较慢咧，嘿。你较早敢会帮阿妈斗煮？我拢斗变。去倒位卖？无有的时阵。有人会来遮参观，会来体验烤藕粉啦。对，阿嬷就会煮因食。
阮拢会互因试啉。嘿，嘛是拢摆咧倒位？摆伫门口口。摆伫门口口，煮好才放出去。嘿，恁母啊，甲恁阿嬷咧煮藕粉的功夫拢遮厉害，你敢会想过讲，甲这功夫拢甲学起来？还好，还好，你无要甲这米粉团落就对了。我大部分拢会晓，但是敢若比例爱搁学者。所以，若是有心，嘛是搁想要学看卖，甲迄记起来，甲迄好滋味拢甲传出去吼。啊，你煮好一碗，你感觉家己足满意的熬汤，你头一碗想要芳互啥哩？若是做好啉的，我惊我家己在啉掉。家己来啉去啊！哎，细哦，这烧的。哎，不行。哦，感觉还袂歹呢。有没有？嘿啊。你是讲的台语课。咱今仔日咧要来介绍莲藕的艺术，头一个是啥物咧？莲藕仔，哦，这莲藕仔是要摕来做啥物的咧？这是要摕来做种的，若是部落明年还有莲藕会使学啊。原来是安尼，那呢咱来做伙讲一解莲藕仔。那呢第二个艺术是啥物？莲藕尾啊，哦，莲藕尾啊是倒位吼？一位，因为伊较有适合做凉菜。哦，安尼咱来做伙讲一解莲藕尾啊。安尼第三个艺术是啥物？菜藕，菜藕佫是做啥物的？因为伊较松较适合煮食，会使滚汤。哦，所以中即在就是菜嘿，藕。即两个。安尼咱来做伙讲一解菜藕。安尼第四个咧，莲藕公啊，莲藕公仔是倒位？伊伫遮，啊，伊会当摕来做啥？因为伊较老，较适合煮莲藕茶。原来是安尼，安尼咱来做伙讲一解莲藕公仔。安尼第四个艺术，大家学会晓袂？买冰的伫咧倒位？伫咧头前遐尔。我买一个莲藕冰，啊，搁一个往来冰，啊，搁三个全部拢加。全部拢加是啥？阿嬷、阿公的跟那个妈妈的，啊，你拢知影因要食啥？然后搁一个这个粉泥加莲藕，这碗是啥的？这我是哥哥的，阮哥哥加伊食粉泥，我请哥哥加伊食粉泥。哦。阿哥，恁敢有捌字？捌啦，捌哦。伊挂伫迄蛤蟆遐，嘿。无，迄是阮阿嬷，因阿我是最近拢转来。伊做电脑，乌电脑，有影恁阿嬷有诶我拢无，有诶我拢毋捌。电脑粉，嘿，有诶我拢毋捌，我拢毋捌。拢阿嬷较熟。安尼看起来，咱会敢若大家拢捌伫安尼。大家要食啥，伊拢记会起来。做事了来遮买冰当去食，上爽哦，舒服的。要加较慢的，我甲你后壁叫，来去。放好心来啊！一人一碗，辛苦啊辛苦。拄则买冰的时阵，拢想着阿婆呢。系啊，我伫遐顺。小朋友你也你放咧哦，安尼你要等下先食冰无？你放咧放咧。好啊，辛苦啊，安尼我要先回去。阿妈伊拢会记你大家要食啥呢？阿嬷食综合冰。嘿。我真乖呢吼。阿妈先来去哦。我买这碗清冰，就是要买透这藕粉的吼。啊？啊，这阿妈透早下的。敢是你下？我还在困。你还在困？你讲到我这冰会透偌济？你先淋一切粒看卖啊。哦，三点啦。安尼搅咧食就对。你先食看卖啊，无够甜我较帮你加。我是食嫩奶冰。哎，较早敢爱食这？最介意食这。最介意食。像我的人拢食吐司，我拢食藕粉。你讲巴肚疼的时阵，藕粉较单纯就对。好食搁健康。嘛袂伤甜。大家介绍一个，这我的哥哥。这拍球做厉害，读册嘛做厉害。我这哥哥我做欢喜的，伊做听我的。是拍什么球？篮球。篮球。哥哥就必须的吼。是吧？
莫甲哥哥逼。啊，妹妹敢会食这藕粉？阿晶，你敢会食这？妈妈好不好？哦，有哪有要食吼？妹妹敢甲食甲恁来遮耍？哎，会吼，我倒来做菜，中昼拢会倒来甲阮看。伊来甲恁看就对。你嘛喺边仔看恁做事咧？休困了后，恁敢会带妹妹去倒位佚佗？无，伊顾透早尔，下晡会甲妈妈倒转去啊。嗯，妹妹甲谁较好？一直是我。边仔两个哥哥敢若有意见？你好，我说，无讲好。来你说，来，你家规矩。你好。二。有吧？你哥哥脚足长的呢，你敢若有比伊较悬哦。哥哥会使绕开喏。诶，囡仔大家做伙，等于讲一个带死。还有一个。干嘛？厉害。食饭。今日食饭。哎，啊这鸡，食这鸡脚啊。我讲阿妈平常时啊，敢会倒来做伙食？会啦，或者若煮好，有时叫阮带，叫阮来做伙食。大家有时啊感觉风风安尼，大家做伙食饭，食较芳。安尼做事规工食饭，敢会变较好食？有吼。有。那会想讲咧，让因咧假日的时阵会想要叫因去甲阿公阿妈斗相共安尼？因为爸爸妈妈年纪较大，啊，其实我嘛较毋甘因安尼做，啊，但是因大家拢讲买啊，明年买啊，结果拢偷做。因为较早阮细汉安尼做，就是想讲要互阮家己的囡仔去体验看觅，讲阮较早的生活是啥物。直直头骹真正拢做辛苦的。像因今仔日就甲我分享讲，伊对阿嬷做了后，伊就较知影讲大人趁钱是偌辛苦的。嘿啊，啊，过阵啊，真正看伊安尼做，阮拢做毋甘的。你若无伫遐甲阿公阿嬷斗相共，你上烦恼阿嬷做啥物代志？莫动的。莫动。阿嬷哦，才有受伤过。嘿。我是感觉阿嬷莫一直做伙，足危险。嘛是心内底惊讲阿嬷。真正有法度，我会使莫读册去帮阿嬷做。毋过敢若无法度。甘心的。哎，啊，毋过听着，嘿啊，知影讲。是啊，搁来偌正啊。其实我即摆吼来到主人因兜有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。虽然讲有哥哥姐姐，毋过阮年岁差伤济啊，所以我通常吼拢是一个人伫厝内底耍。即摆吼熟悉主样，啊，佮有伊的即辈阿兄阿舅啊，算是讲看因两个安尼搭喙鼓，啊，斗甲阿嬷做代志。迄种感觉吼，是我较早拢无体会过。迄种感情自然就伫咧因甲阿公阿嬷斗做事的时阵，自然就产生过啊。即摆有即摆的经验，我嘛感觉足感谢主样因的，会当互我体会到兄弟姊妹伫咧身躯边做伙耍，甲阿公阿嬷迄款祖孙情，迄款感觉是啥物？我感觉足感谢的。迄冲着足疼，我当初我问着恁老，结果是你的脚。是个，我是我的脚腿啊。一支小雨伞就对。嘿啊。你摕我，你无去摕转去。送你。啊，你甲阿舅相较搞多。哇。一开始。哇，人斗好安尼。来，冲啊，我不服输。请问恁两个感觉像上缘投？爱你啊！恁两个嘴拢遮甜就对啊。恁两个有影好兄弟呢，安尼搭唔拢共款。买两两，我们买两两，我们去。这个阿爸。